南非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只巴士驶山路失去控制，冲落去山坎，包含司机在内45人死亡。巴黎奥运7月开办，持有拍算甲市内家酒甲非法移民，拢再去偏远所在大，引起其他地方的批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的专访，却阁讲唔对轨。唔但讲哥伦比亚总统是恐怖分子，阁口说墨西哥总统根本是无敌，结果煞引起外交战争。哥伦比亚总统嘛随下令，马上甲阿根廷的外交官甲放出境。Después hay otros casos que van camino a, ¿no? Digamos como el caso de Colombia con el señor Petro, que digamos, bueno, mucho no se puede esperar de alguien que era un asesino terrorista, ¿no? Comunista. 阿根廷总统最近接受 CNN 专访的时阵，阁一摆讲出真惊人的话。伊毋但是批评哥伦比亚前倒派游击队员出身的总统裴佐是恐怖分子，阁是杀人犯，阁口说要批评伊的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无知识。Es un halago. Digo que un ignorante como López Obrador hable mal de mí, me enaltece. 这言论是随后外交战火倒起来。墨西哥总统伫 X 平台回呛讲，伊唔知影阿根廷的人遮尔巧，谁哪会投票予一个看袂起人民的人。哥伦比亚的总统是直接下令驱逐阿根廷的外交官。哥伦比亚外交部发声明讲，米雷伊的言论唔但是侵犯总统裴佐的尊严，阁减损对国家的信任。裴佐嘛伫社群网站阁一摆批评米雷伊的经济政策错误，互人民受苦，善哉的人愈来愈多。米雷伊会安尼甲两个倒派国家领袖呛声，和伊采取激烈的反经济危机措施有关系。分析认为讲，米雷伊极右派小人的作风，恐惊会去损害到拉比国家的团结。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敏昂莱伫咧拜三的军人节阅兵的时阵讲到，讲军方只是暂时掌权，是为着要保护缅甸民主的固不离宗。不过另外一方面，却也传出讲军方战争杀害军事的事情。而且军人节即天，缅甸军政府调降闪开日时真热天气，选伫暗时来举行阅兵的庆典。领导人敏昂莱伫仪式顶面讲，军方所以伫2021年2月发动政变，是因为当时选举发生弊案，军方即阵暂时掌权，就是要确保推进自由公平的民主的停止。不过，伊一直无说明已经被延迟的大选什么时阵举行。反对党指控反对派武装组织想要破坏軍方行政和平常計劃。EU ချို့နဲ့ PDF အမည်ကအကြမ်းဖက်သမားတွေကရွေးကောက်ပွဲပြပြစေဖို့နှောင့်နှေးကြမ်းကြမ်းမှုမဲ့ဖြစ်ပေါ်လာစေဖို့လှုံ့ဆော်လျက်ရှိနေတယ်။ဒါကြောင့်ထိုတံပတော်အနေနဲ့ပြည်သူလူထုရဲ့ဆန္ဒနဲ့ညီပါတီစုဒီမိုကရေစီစနစ်ပေါ်ပေါက်လာစေရေးဥတီအကောင့်ထဲပေါ်ဆောင်ရွက်ခဲ့တယ်လို့ပါတီစုဒီမိုကရေစီစနစ်ခိုင်ခိုင်မာမာဖြစ်စေရေးနဲ့အထူးရွေးကောက်ပွဲအောင်မြင်စွာကျင်းပနိုင်ရေးတို့အတွက်လည်းရှိကနေမမရပ်တည်ဆောင်ရွက်သွားမှာပဲဖြစ်တယ်军期政府军伫扫通反恐军的过程中，遭到强烈反击，为了扩大兵源，军方计划对4月开始强制征调少年人做兵2年，女性上款嘛要做兵，预计每个月征调5000人，总计征调6万人。不过真侪人根本无想要杀害家己的同胞，拢抢办这签证，走往邻近的泰国。而且同时团斥红掠起反恐军和军方占领来击退杀害，有另外组织早前指出，对政变以来至少发现400具遗体，小到变乌打去，也有10外层的斩首案例，也那这可能只是方发现的少数利益。国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讲到巴黎奥运7月就要开办，地主国法国各项的准备工作拢长咧进行。亲像讲，因出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就长咧做130年来上大的整修工程，讲要开18亿，甲以前的19站旧漆拢总甲敲掉，要甲改漆予金丝丝。另外，伫咧边仔塞纳河，为着要改善水质的问题，嘛要挖一个超大的废水处理池，待伫咧下骹。管制边仔工厂徛架、关公船、垃圾水的排放。不过环境的问题好处理，人的问题恐惊就歹解决啦。亲像因着讲要甲市内家酒、非法移民拢总载去其他的偏远所在住，即马这地方政府当然嘛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巴黎重要地标之一的埃菲尔铁塔，伫7月底到9月初的奥运甲帕运期间，虽然无法度做奥运盛会地点，不过也是准备迎接全球观光客甲观众的眼光。同一时间，伫巴黎南部郊区塞纳河边的维特里，一栋无得用的老旧公寓，为天棚壁甲涂骹楼梯四界拢看会出来旧凹旧臭，不过煞大阵为非洲甲中东期的非法移民。根据欧盟的统计，2023年都超过100万非法移民，寻求欧盟各国予因庇护，其中法国差不多16万7千人排第2。不过2024巴黎奥运甲帕运伫要到啊，巴黎市甲周围地区为了迎接奥运相关比赛甲活动，由中央下令警方一面清除桥骹开放空间加有甲非法移民搭建的天道甲临时住所，一面甲巴黎地区遮的人迁徙去法国其他的城镇。Alors clairement, depuis l'arrivée des Jeux Olympiques, il y a un éloignement d'Île-de-France, un nettoyage social pour préparer pour l'arrivée de tous les touristes et des Jeux. 对法国政府逼迁的做法，非洲来希望寻求庇护非法的移民认为办奥运其实是借口。Il n'y a pas d'étrangers ici à Paris, c'est ce que je pense. Sinon, il y a les gens qui ont accusé aujourd'hui, c'est à cause des Olympiques. Ce que moi je pense, c'est pas olympique. Il n'y a pas de nous les Africains noirs pour rester dans les Paris。法新社报道指出，进前奥运原来有逼迁计算人口的例，像2008北京奥运加2016里约奥运进前，中国甲巴西政府都伫开幕前进行大规模逼迁行动。法国80外慈善团体伫2月联名发表公开批，指控这是奥运奖牌另外一个黑暗面。除了这种人权争议，甲非法移民迁徙去其他省份甲城镇，引起各地地方政府的不满。为东北甲德国交界的斯特拉斯堡，到西南部的波尔多、图鲁斯近郊，也有中部的奥尔良这些所在，地方首长公开批评中央的压霸行为，敢若顾巴黎的好看光彩，甲散车甲犯罪落予地方。公司新闻4+林编译。在南非昨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有一只巴士失去控制，冲落去山坎，包含司机在内，拢总有45人死亡。另外，在德国的高速公路，嘛有一只游览车向上是冲出去公路外口并车，上无是5个人死亡，50人受伤。南非北部第2八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台巴士伫山路失控了后，弄破车顶的护栏，坠落伫50公尺深的山坎，弄到坎中的岩石，然后着火。包括司机在内，车顶拢总有46个人，有45个人死亡，只有一名8岁查某囡仔重伤活落来。警方表示，搜索行动仍然在进行，不过真侪尸体已经互烧甲面目全非，有缘掉伫车内。这台巴士是来自邻国波扎那，是要去南非林波波省参加国外的雕像活动。南非交通部长齐坤加对罹难者表示哀悼，将会协助将罹难者的遗体送回波扎那。伊也强调，国外的拜六都要到啊，交通会变得更加无形，呼吁司机谨慎负责赛车。救护车甲直升机当赶去车祸现场，伫当地时间27，伫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附近，连接柏林甲慕尼黑高速公路上，一台由德国柏林开往瑞士苏黎世的旅游巴士突然偏离车道，冲出公路了后，并车伫超坡，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5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急，也无甲其他车辆相容分野。Flixbus hat angegeben, dass 53 Personen im Bus waren und 2 Busfahrer. Ich halte mich mit der Aussage noch zurück. Kurz zur Erklärung. Na klar, bucht man diesen Bus und trotzdem müssen wir jetzt checken, wer ist tatsächlich an Bus gekommen. Es arbeiten überall Menschen, da kann also immer mal 1 oder 2 Personen tatsächlich nicht an Bord sein. Klar ist aber, über 50 sind in umliegende Krankenhäuser eingeliefert worden, sodass man schon von dem fast sehr voll besetzten Bus ausgehen kann. 巴士公司表示，目前当甲当地的警方密切合作，紧急将受伤的人救出来，搁送往病院救治。也毋过，确实发生的车祸原因当在调查中。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创办人弗瑞德因为涉嫌偷摕客户的钱，有超过80亿美金，原底是拢毋认罪，后来煞搁转嘴，当场会失礼。判刑重判25年，没收资产。伫听完宣判了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弗瑞德的爸母真紧离开法院，面对提问拢无回答。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32岁弗瑞德原本向俄罗斯备款金铜，不过伊伫2020年底申请破产，包括使用客户存款投资其他事业，也是从事政治捐款，造成客户无法度领现金，防指控诈欺甲洗钱等7项罪名，和陪审团认定有罪。相关的刑期会当达到110年，检察官原本求刑50年，不过法官将期尾判弗瑞德25年有期徒刑。He continues to share that he believes that customers at FTX will eventually have their funds returned to them in the bankruptcy process, but he didn't really feel like he was apologetic or deeply remorseful for what he did. 互人叫做汉斯条哥的弗瑞德，2019年共同创立 FTX， 真紧加做全球上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2022年底，随着 FTX 申请破产后，加密货币款拢行一条。弗瑞德防止可不当使用 FTX 客户资金超过80亿美金，来补共款由伊创立的量化交易公司的债务空棚。造成客户无法度领钱，随后弗瑞德和巴哈马警方逮捕。检察官讲 ，FTX 这个事件是美国史上上大的金融诈欺案之一。法官2月也阁下令没收弗瑞德超过110亿美金的资产，佮爱坐满8项刑期，也就是20年才会当加释。出监时大约已经52岁。美联社记者也指出，弗瑞德虽然伫法庭上表示真实的，不过发言有淡薄仔机械化、加冷淡。法官是严厉批评弗瑞德知法犯法，明显无任何悔改。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即马全世界电动车的市场已经渐渐炒起来，也伫中国原本咧做手机公司小米嘛宣布因的第一只电动车正式开卖。这下介绍来比销量，一只代票就免100万，明显就是要甲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来抢输赢。中国地回行手机大厂小米是加入电动车的市场战局。小米2月宣布讲，速七电动车正式就市。最后我们定价多少钱呢 ？And what's the final price? 若是讲到标准款，代表100万就会当买到。上高价的版本嘛，简单199900块的人民票，合代票差不多133万。除了介绍，小米阁强调速七的设计，阁有车速拢会当和跑车来比，而且充电15分钟就会当驶350公里，和全球的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和中国汽车龙头比亚迪输赢的意思是真明显。我认为呢，智能电动汽车未来的决胜点就是智能化。而智能化恰巧是小米的长项。我们做了14年手机，积累的各项技术，未来将逐步应用到车上。其实，理回手机龙头苹果嘛，试过要推出 Apple Car， 所以因为研发的经费相关和技术挑战者因素，真正是宣告放弃。小米是讲，因的策略是和小米高价的手机用户嘛变做电动车的消费者。目前所有速七的车型，敢若伫中国销售，不过要伫电动车市场做前几名，同款是无简单。中国电动车比亚迪虽然最近财报的表现真好，但是管理阶层嘛承认讲，伫市场介绍的波动之下，汽车消费的恢复同款是真慢。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小鹏汽车，去年嘛是了超过100亿的人民票。小米敢会当伫电动车市场甲卡步翘在，即马可能阁讲袂准。公司新闻7万2编译。今仔泰国是甲电动车列作国家发展的重点产业。根据统计，规个东南亚国家协会是有超过7成电动车是对泰国出产的。尤其因个针对电动车业者提出真济投资的优待政策，全力要打造出因的护国神山。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和对抗暖化，世界各国是小连续提出禁止卖燃油车的期限。泰国红叫做是东方的底特律，汽车的产量全球排名第10到12位。为了抢商机，泰国嘛是同款，甲电动车列作是正重点的产业。จริงๆรัฐบาลสนับสนุนอะไรบ้างเนี่ยผมแบ่งเป็น2ภาคส่วนแล้วกัน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ที่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สนับสนุนเรา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เนี่ยก็คือ BOI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นะครับซึ่ง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เนี่ยก็สนับสนุ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ภาษี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ยกเว้น Corporate Income Tax
นะครับผมหรือการนำเข้าอุปกรณ์เครื่องจักรมาไม่เสียภาษีนะครับอันนี้ก็เขาก็สนับสนุนอยู่อีกอันนึง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 incentive ที่รัฐบาลสนับสนุนเพื่อเร่ง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ถ่ายการใช้รถ EV 这个东南亚规模上大的电动巴士组装厂，一条龙的生产作业，对电池的制造、底盘、车身打造、电鼓到喷漆高装，工人逐工拢较紧在赶工。生产的电动商用车，除了电动巴士、电动货车，甚至是大型拖车，新领域、新技术，凭强大的汽车工业实力，泰国在全球转型电动车的时代，变做各国抢要换的战场。在激烈的竞争内面，泰国照力来致力，要对传统的汽车制造内面来升级，而且嘛要用这来打造泰国因家己的护国神山。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有咧饲猫仔甲狗的人，拢会认为讲家己饲的拢上介有灵性，会当听有我咧讲啥。即马国外上新的研究嘛支持这种说法，有科学家去研究狗仔的脑部活动，发现狗仔确实会去记起咱人会定定讲的固定几个字，来做出相对的反应。主人一个下令，牧羊犬向前冲，正准会当甲被撇啊接到。一寡狗仔的主人加减都会当感觉家己饲的狗仔好亲像听捌人话。即马匈牙利上新的研究带来解答，这家犬听捌的无定着比咱人所想的更较侪。Holvan unicornis. Super! Lanjut. Lanjut Suki. Unicornis. 除了对坐落来，也是翻身这命令有反应，有一寡宠物狗也有法度学会晓甲单字、甲特定物件连起来。匈牙利的研究团队就针对18只家犬做一项实验，先播放主人的声音，讲出宠物佚佗物的名，再搁向伊展示这的物件，伫这个过程来观测狗仔伊的脑部活动。We expected that if dogs rea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of the object word, it will expect to see that object, and if the owner shows a different one, there will be a so-called surprise reaction in the brain.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found. We found that brain responses were different when an owner showed a matching object versus when it showed a mismatching. 不过，这项实验结果是敢来当证实，宠物犬确实是知影展示伫眼前某一个物件甲特定单字中间的连结，但是因是毋是会当理解词伊的意义，目前也无法度知影。科学家表示，实验的结果进一步引起研究者对咱人的好奇，尤其是咱人到底是安怎变做会当使用语言的物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另外，科学家嘛发现到大只海翁的身躯内底有类似音响的构造，会当互因伫咧海里唱出美妙的歌声。颠倒是咱人伫咧海上的活动所造成的噪音，影响到海翁的交流，恐惊会破坏生态。海翁发出声音，亲像咧唱歌，这是来自大型海翁开徛伫海洋当中的对话。过去大家好奇海翁是安怎发声，这由咱丹麦大学主导团队最近伫自然期间发表上新研究成果，宣布找到海翁是安怎伫海洋当中出声。18 species of whales, large baleen whales right now, and all of these make very low frequency sounds. Some of them we can barely hear, very low frequency hums. And we've now found that how they do this, but we also found that actually the way they can make these sounds also limits it to making only these sounds. 研究团队为3只无共款种类的酷化海翁摕来声大，或者是后部发现，因摕来演化出一种特殊发声结果的音箱，将空气吹过这音箱发出声音，用传遍海洋。透过电脑模拟比对野外录到的海翁声音，会发现海翁的声音限制伫特定的频率。不过，这频率煞甲针对船只发出的噪音正共款。We have to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for these animals to communicate on the water is by noise, by sound, and so the only way for them to find each other is by sound. So if we add a bunch of noise to the oceans, basically on a global scale,
this will really reduce the areas over which these animals can communicate and make it harder for them to find each other. 人类一直伫海洋的活动所产生的海洋噪音，是海洋无法度长距离讲话，或者烦恼可能造成生态危害。If they can't find each other, they can't mate. And if they can't mate, there cannot be any population growth. So this is really it's really crucial for them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via sound. 这研究由海洋的演化特点，就是海洋的祖先安怎为陆地等于海洋，甲安怎适应环境，伫水底甲港类进行交流。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